伫内政部处长，同时嘛是国家主体甲精神中心代理董事长花正群，以及内政部国土管理司长吴新修、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立委甲这位议员贵宾共同的主持下，为国家主体中心社会主体和顺安居正式来动土。开工顺利，动土平安。而且工程顺遂，如此大吉。第三者福慧吉祥，万事如意。李晨下天好。位伫台南市安南区东河里这块和顺安居的基地，占地大约2.2公顷，预计要兴建4栋地下3楼、地上14楼的社会主体，总共1703户，是目前全国已开工的社会主体上大的案件。这么大的量体来盖，因为需求一定不止这样，但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先创造出来。当然，谢谢市府这块土地可以无偿给我们来做使用。除了大使都之外，我们从这里的环境来讲，这里的零售商业服务必须要靠在地居住的消费者，所以未来这里1700户，我想应该有4000人左右会搬进来。那个消费的量，马上就可以把在地的零售服务各种生活资源的相关的需求，在这边就会产生出来。是希望能够让一个租屋市场不要一直在节节高升，因为我们的社会住宅的租金是比较便宜的，所以希望有这么大的量体能带动租屋市场的合理，也带动让很多真的需要这个有栖身之地、有安居的地方的民众，不管是市民还是在那边工作的民众，都有一个合理的价位，能够负担得起的价格，能够拥有这个居住的场所，它会扎扎实实的带动地方周围的消费、周围的生活机能。所以在这一个案子，其实当时选完以后，我心里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它能为我们和顺地区创造一个新的生活机能的集中点。该案土地由着地方来提供，总工程经费88.8亿，转数由着中央来出资。规划设计公设比大约是30%，占比率47.34%，属于无围墙的开放空间，提供住户甲在地居民舒适的休闲环境。未来1楼嘛将设置托婴甲日照中心、店铺甲社区集会空间等，提升在地服务机能。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